Hello，大家好，又係我航叔歐宇航啊。航叔而家身處嘅位置咧，又嚟到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嘅3號客運大樓。似乎近幾次咧，航叔都好興響多倫多嘅 Terminal 3嗰度出發咧，為大家開箱不同嘅呢個航空公司啊。上一次咧，還記得同大家開箱咗呢個國泰航空嘅特選經濟艙，即係 Premium Economy 啊。好多觀眾嘅迴響就係話，喂，唔可以淨係 Premium Economy 嘅噃，好多朋友都希望淨係坐後邊普通嘅經濟艙嘅噃。咁國泰經濟艙直飛翻香港又如何先？咁所以今次咧，航叔趁住暑假又同大家飛一轉，國泰嘅經濟艙翻香港。仲有臨尾有少少都唔可以叫做彩蛋嘅，都想話俾大家知。咁趁呢一個暑假咧，旅遊高峰旺季，點樣可以買到國泰嘅平機票呢？大家千祈唔好錯過，係時候上機咯噃 ！Let's go！航叔嚟緊12月咧，將會舉辦一個聖誕聯歡加大眾分享會。除咗我會分享點樣尋找平價機票之外咧，亦都會開放港台同大家一齊研究嘅噃。日期係12月14號星期日下晝3點到5點。活動詳情同埋報名可以參考海報上面嘅 QR code 嘅，到時見你啦！幾個月之前同大家開箱過國泰航空由香港飛多倫多嘅特選經濟艙啦。想睇翻嘅話呢，亦都已經放咗個連結響熒幕嘅右上方噶啦。亦都響度希望大家要明白噃，特選經濟艙同埋經濟艙根本係兩個不同嘅等級、不同嘅世界嚟噶，所以唔需要互相比較。當然錢銀寬鬆啲，又想坐得舒服啲嘅話，就梗係坐特選經濟艙啦。只不過當大部分嘅人都只係能夠負擔普通經濟位嘅時候，乘搭國泰嘅直航，俾多少少錢，又啱唔啱你心水？同埋我又係點樣去令到呢張國泰機票平啲又慳多啲呢？咁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只不過進入正題之前呢，響度亦都要麻煩各位，如果對飛機啊、火車等等旅遊交通工具，甚至係不同旅遊景點啊、旅遊策略有興趣的話，麻煩記得撳個訂閱、分享同埋按讚。國泰航空除咗榮獲 Skytrax 全球航空公司第3名之外咧，佢哋都係得到2025年全球最佳經濟艙嘅美譽噶。老實講，正所謂路遙知馬力，我覺得睇航空公司服務亦都係一樣。短途航線就算做得幾好都好，乘客都未必有時間逐一感受。只不過長途機又唔同啦，10幾個鐘頭韞住響個機艙入邊，真係連架飛機有幾多個窗口都可以數幾次。而我今次呢，就乘搭咗國泰嘅 CX821，多倫多開早上10點35分，抵達香港係第2日嘅晏晝2點，啱晒我哋呢啲想盡情喺香港玩，一到埗就可以 check in 酒店，夜晚黑就可以即刻出動嘅人。只不過呢一班只係季節性航班，2025年開到10月就停止啦。至於2026年開唔開呢，暫時都係未知之數噃。話就話係細一嘅經濟艙啦，但係買得最 cheap 嘅機票呢，得個1件機艙行李嘅啫，預早劃位又要額外俾錢。其實我都係冇乜要求嘅，以最快嘅速度飛到去香港就算數噶啦。國泰航空可以喺起飛前48個鐘作網上 check in 兼揀位，但係最可惜嘅係呢，我已經被安排做咗夾心人，再加埋全機應該滿座，揾極都冇其他位，唯有去機場搏一搏啦。只不過結果都係一樣，全機滿座，冇位可以再轉。特別係夏天嘅旅遊旺季，都係建議各位呢俾少少錢攞定個位，除非你唔介意做10幾個鐘頭嘅夾心人啦。架飛機都係呢款最新型嘅空中巴士 A350-1000，出廠大約2年半到，的確係乜嘢都新淨啲。經濟艙係以333嘅排列，上機嗰陣個座位上面已經預早放好咗枕頭、毛氈同埋一支樽裝水。至於呢款經濟艙座椅嘅闊度係18寸，同前座嘅距離有32寸，都算係現時長途客機座位最普遍嘅尺碼嚟噶啦。向後挨呢，則有成6寸位，算係比較大角度嘅一款凳。咁但係俾成6寸咁多，亦都有佢當中嘅問題噶。轉頭先同大家講。兼且除咗餐台之外呢，國泰航空佢哋嘅座椅嘅收納空間亦都非常之多，方便大家擺放不同嘅物件。不過咁記住拎翻落機先至好啊！
主座椅前方係一部11.1寸嘅輕觸式屏幕，比特選經濟艙個12.1寸稍微細咗少少，但係始終將座椅細咗咧，所以顯得出部電視屏幕都好似好大咁嘅。至於裏邊嘅節目存庫，特別係香港嘅電影電視，可以話非常之多，係可以俾你煲劇煲到翻香港噶。4月嘅時候呢，我就睇咗黃子華加埋都姐個男親女愛啊。今次我都編排好噶啦，去程就睇《尋秦記》，回程就睇梁朝偉、劉德華版本嘅《鹿鼎記》。電掣同埋 USB 插頭都係標準配備，但我左右兩邊都係坐咗位女士啊，所以佢盡量避免喐身喐勢，所以咧就冇影到呢兩個地方啦。雖然多倫多今日非常炎熱啊，8月中有成30幾度，不過天朗氣清，航班亦都準時起飛。要知道點解國泰航空會變成來往美加東岸直飛香港嘅獨市生意呢？主要原因係佢哋仲會飛呢條北極路線。先響加拿大向北行，穿過北極，再飛落去俄羅斯、蒙古，經過中國，再由廣州落翻香港。大家知道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咧，西方國家對俄國實施禁飛禁運啊，亦都令到美加嘅航空公司唔能夠飛越俄羅斯領空。變相如果要由多倫多直飛香港，又避開俄羅斯的話咧，就需要向西飛，得去阿拉斯加，再由日本嗰邊咧落翻去香港。當然要用更長嘅飛行時間啦。唔係加航嘅飛機飛唔到，而係因為兜路變相令到成本增加，所以北美嘅航空公司如今咧索性將啲乘客先運過去西岸轉機，再去亞洲，亦都因此搞到美國總統特朗普話要中國嘅航空公司都唔可以飛越俄羅斯，先至俾佢哋降落美國。聯合航空亦都話要將個禁令伸延至國泰航空噃，之後嘅發展係點呢？仍然有待事態發展啦。好啦，講翻架 CX821上邊先啦。起飛之後冇耐就係小食時間，都係派嗰啲卜卜脆 pretzels 嗰啲。但係點解人哋有成罐可樂，我只係得一杯嘅呢？原來有陣時真係你肯問就得。之後冇耐亦都係派第一餐嘅時間啦噃。國泰航空有度好嘅，咁就係佢哋會預先派個餐牌俾大家睇定諗定。只不過派餐時間都係有啲阻滯噶噃。主要係因為經濟艙嘅空中服務員入邊好多都係嚟自其他亞洲地區，變相好多乘客以為佢哋識講廣東話或者國語，派餐問你食咩嘅時候，你又用中文回答，搞到 Sorry I don't speak Chinese 呢句話此起彼落。再加上有啲乘客真係唔識英文，一路派要一路解釋，所以某程度咧拖慢咗成個派餐流程。我都明白國泰近年積極開拓亞洲，特別係南亞市場，咁所以喺人員編配上邊咧，可能亦都減少咗華籍職員。咁但係之後乘搭由香港出發去日本札幌嘅航班咧，暑假期間都應該主要係香港家庭客為主啦。但係經濟艙派餐嘅時候又出現同樣嘅情況。呢一樣咧就真係對一間立足喺香港75年嘅航空公司咧有啲失望啦。至於講翻第一餐咧，係有3款嘅選擇嘅，我就揀咗中式嘅甜酸魚柳配白飯。坐得國泰啦噃，當然要加翻杯硬過石頭嘅雪糕先至得啦。係咪見我不得好容易呢？又話硬過石頭嘅，見我不得咁輕易嘅？因為一早揾隻叉鋤鬆晒啲雪糕啦嘛。好啦，食完午餐基本上就熄燈俾大家瞓覺噶啦。咁但係而家係多倫多時間晏晝1點，我點會瞓得着先得嘅？除咗開始我嘅煲劇大計之外呢，亦都係時候拎部電腦出嚟剪下片。只不過響經濟艙嘅座椅呢，就真係冇乜空間俾你活動啦。再加上前面個乘客已經昂到最後，根本連打開個電腦都開唔到。亦都因為國泰嘅經濟艙座位昂後可以去到6寸咁多，所以坐響後邊嘅我呢，變相係冇咗5、6寸嘅空間噶。唯一可以保住自己個31寸嘅方式呢，就係連我都昂埋後。我覺得咁樣某程度呢，會製造更多機會造成前後乘客之間嘅摩擦。所以見到有航空公司知道自己嘅座位空間唔多啊，索性限制你昂後嘅角度，甚至完全俾個硬板凳你冇得昂後。其實要做到呢步呢，我覺得真係一種悲哀嚟嘅。
嗱，由於呢程機咧大部分時間都係響多倫多嘅日頭時間飛行啊，咁再加上外邊都一直有日光，嗱，就算閂晒啲燈同埋啲遮光板咧，其實我一直都冇睡意噶。嗱，當然除咗煲劇之後就係等嘢食啦。嗱，大概飛到一半，大概8-9個鐘頭呢個位，亦都係多倫多嘅晚餐時間啦。咁所以 CX821 就比較特別，係會飛到一半呢就會派第二餐噶啦。嗱，只不過點解等極都未見有嘢食嘅呢？嗱，原來今次佢哋由後邊派翻上嚟，不過都應該嘅，公平啲啊嘛。嗱，晚餐有2個選擇，包括蝦仁炒飯同埋豬肉配薯菜。嗱，似乎豬肉配薯菜非常之受歡迎，嚟到我哋前邊呢，淨係得翻蝦仁炒飯冇得揀。好在我都係想食呢一樣。嗱，響度又俾少少 tips 大家，如果想食到心儀嘅餐點呢，其實坐響機艙嘅中間呢，應該係最着數嘅。好啦，食埋呢餐咧，基本上又係熄燈瞓覺噶啦，跟手就一路冇嘢食再提供噶啦，同前邊嘅特選經濟艙一樣，飛行途中唔會統一派發小食，而係要大家個別去撳鐘嚟到召喚空中服務員落 order 噶。嗱，由於係多倫多回程翻香港，所以未必有蛋撻供應，只係得杯麵啊或者三文治呢啲嘅啫。嗱，坐到咁上下都係時候巡視一下個廁所啦。而家係飛咗大概10個鐘頭到，嗱，真係唔知道邊個整到成地都係廁紙。嗱，再者大家有冇留意到洗手盆啲漬呢？嗱，我粗略研究過，都可能係日積月累而成，唔係就咁就抹得甩嘅。嗱，咁新嘅飛機咁快就變成咁樣呢，都有啲失望。唯一可取嘅咁就係佢哋隻空氣清新劑都幾好聞喎嚇。好啦，至於上網方面呢，國泰就唔學似加航有提供免費短信。嗱，除非你哋係鑽石會員或者係乘搭商務艙嘅乘客呢，先至會有免費上網。嗱，其他乘客需要上網的話呢，就需要俾9個9毫半美金1個鐘，或者全程24蚊9毫半美金。嗱，不過佢哋都話噶啦，去到北極以至俄羅斯上空嘅時候呢，就唔會有信號嘅。再加埋我個電腦都打唔開呢，當然就唔會俾錢上網。咁啊，繼續唯有響個座位食下杯麵又煲下劇咁啦。嗱，好快就去到香港時間晏晝1點50分，亦都即係多倫多時間凌晨嘅1點50分，響3號風球嘅情況底下降落香港。嗱，我就非常之中意 CX821 佢個飛行時間，可以話同大家響多倫多嘅作息時間差唔多，其實亦都係以往加航 AC15、16直航差唔多嘅時段嚟嘅啫。特別係比較適合我呢類響飛機上面瞓唔到嘅人，都叫做比較容易啲適應時差。嗱，再者出到市區都係晏晝4點鐘到 check in 酒店之後唞一唞沖個涼，夜晚就可以即刻約人食飯啊嘛。嗱，仲有一樣不吐不快嘅咧，就係回程翻到嚟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特別係3號客運大樓嘅行李運送咧，真係非常之令人激氣啊！中午12點抵達多倫多，嗱，經過護照檢查之後，等咗成個半鐘先至攞齊晒咁多件行李。嗱，衰就衰在我唔係高級會員，又唔係商務艙乘客，嗱，反而有嗰啲 priority 特快送達標籤嘅行李咧，真係好鬼快出咗嚟噃，剩低嗰啲咧就好似擠牙膏咁，逐啲放出嚟。行李轉盤又塞滿晒行李不特止，嗱，仲有一部分原來一早已經俾工作人員拎晒出嚟，放晒向啲通道，又冇人通知，搞到大家要周圍騰周圍揾。嗱，老實講，多倫多嘅3號客運大樓，特別係國際線入境呢，已經飽和咗好耐噶啦。唔單止個行李轉盤，就連每晚客流高峰期入去3號客運大樓嘅交通都非常之擠塞。而家都唔做嘢嘅話，嚟緊幾年呢，大家只會一路咁樣逼落去。我覺得真係影衰加拿大第一大機場嘅稱號啊！嗱，講到呢度咧，大家最關心嘅就係乘搭國泰航空去香港點先為之最平呢？當然就梗係要香港之外再加多一程去亞洲地區啦。嗱，國泰每期都做不同亞洲地區嘅特價噶，有陣時星馬泰，有陣時台灣，有陣時大陸。就好似我今次咁呢，就先去香港停幾日，再乘搭國泰飛機前往日本，玩完日本再翻香港留多幾日呢，先至再翻嚟多倫多。嗱，中間停留香港好多次啊，咁但係國泰係冇額外收費，全套機票夾埋2100幾蚊加幣，咁但係只包1件機艙行李嘅啫。嗱，以價錢計算，當然會有其他更平嘅選擇，咁但係要直航香港，加埋來回日本嘅機票，轉小次機慳翻啲時間，抵達香港嘅時間又非常之配合得到我嘅行程。
好啦，完成埋國泰航空來回多倫多同香港之間嘅呢班機之後呢，亦都響度正式結束航叔試機呢一個嘅香港系列特輯。嗱，我由2023年開始一路都自費購買機票，同各位試搭不同來往多倫多同香港兩地嘅航空公司啦，裏邊有不同嘅路線，亦有不同嘅等級。嗱，一樣米養百樣人，裏邊有啲朋友啊中意超低價嘅美國聯合航空，亦都有人鍾情於不停站嘅國泰直航班機，亦都有不少朋友中意中間停留日本、韓國、台灣等地，真係各色其色。亦都因為各花入各眼，你可能睇價錢，我可能睇服務，大家亦都不盡相同。咁只不過我就希望透過呢一系列嘅影片咧，能夠令大家喺購買機票之前有多少少嘅第一視覺，同埋以我嘅親身經驗話俾大家知道，乘搭嗰一班機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希望能夠幫到大家。嗱，只不過咁，航叔試機點可以停啊？嗱，唔試去香港嘅飛機啫，就有世界其他各地不同地方等住嚟同大家試搭航班噶嘛。嗱，但係我亦都喺度保證，若然有新嘅競爭者，又或者新嘅航線來往加拿大同香港之間呢，我亦都會當然同大家即刻試機啦。嗱，最後亦都喺度不厭其煩提醒各位，記得要訂閱、分享同埋點讚啦噃。好啦，話咁快咧，坐咗唔使15個鐘啊，咁啊14個零鐘咧就翻到嚟香港啦。咁始終咧，你話要即係由加拿大嘅東岸啦、美國嘅東岸直飛翻過嚟香港咧，國泰係你哋唯一選擇噶啦。咁但係唯一我就嫌咧，呢一個國泰經濟艙張座椅個座板啊，哇好鬼硬啊，坐到而家 pat 真係有啲損耗啊。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呢個鐘數啦，尤其是我今次坐呢個 CX821嘅時間咧，可以話非常之正。多倫多時間朝頭早10點半鐘起飛，翻到嚟香港咧係第二日嘅晏晝2點鐘，仲要早到1點半鐘已經落咗地添，所以咧亦都可以建議大家咧，下次有機會嘅話，不妨選擇呢一班機。好，香港又翻嚟啦，咁啊航叔咧又會同大家介紹一啲好特別嘅香港特色地道嘢，咁啊千祈唔好錯過咯噃，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